一喐你就痛啦，甚至冇你工都唔想返嘅，痛到。我姓胡嘅，腰啊同埋膊頭痛咧，起碼有12、13年㗎啦。膝頭哥嗰啲會個較痛啊，周圍會痛啊咁樣，即係成日我都講側埋一邊個身啊，同埋喺死就又側埋一邊啊，即係成日唔喐啊，咁令到你啲頸椎嘅咧就變得好硬淨。骨科醫生就睇過啦，中式嗰啲又睇過啦，但係都唔得，效果係好一般，好嘥時間啊！跟住咧，我就聽到有個醫飛咁啊落嚟試過用過，我第一個心理就會諗住得唔得㗎咁樣先，咁啊試下捽下個頭嘅啫，咁啊覺得又幾有效喎咁樣。我用咗醫飛之後咧，好明顯呢個頸椎啊同呢個肩膊呢啲位咧，就嗰啲痛咧一路咁都減退咗去嘅。用咗醫飛真係有改善。